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当欢喜快乐。感谢天父上帝，让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宝座前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现在我们用祷告的心，一起来从关心教会圣工开始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。今天是待降节第一主日，让我们以盼望的心来迎接圣诞来临。本会预备2022年月历，每家一份，欢迎至招待桌索取。11月27日开始至12月26日，圣诞真平安系列活动，详情请看圣诞 DM。12月19日举行圣礼典，请于受洗者向办公室报名。以下是目前报名洗礼者，请代祷。爱家团契今日下午1点钟邀请杨晴妹长老分享圣经讲座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今日下午1点钟，少年团契举办家长座谈会，邀请国高中生的家长拨冗参加。欢迎兄姐以汇款或定期自动转账的方式参与奉献。另外，因应网络报税之普及以及节能减碳，本会申请了综合所得税扣除额单据电子化作业。以上相关授权及申请的方式，请至招待桌或办公室洽询。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与医治。感谢主将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金句，在周报的第1页。我们一起来念2次。以赛亚书9章2节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以赛亚书9章2节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请大家一同站立，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。爱我们天父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主里一起来敬拜你。主，谢谢你丰富的恩典赐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不论我们在高山在低谷，主你都有那美好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的生命遇见了困境的时候，主也你与我们同在，为我们开道路，为我们赐下盼望。当我们生命遇见不同的挑战的时候，你赐下那美好的应许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前进。主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你的话语，会不照你的旨意来行，而照我们自己的意识来行。主，求你赦免我们，让我们时时刻刻都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生命当中随时的帮助。也让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，以及迎接主你降生待降节期，主让我们再一次的预备好我们自己，透过主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生命时时刻刻都有主你的圣灵、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。也让我们不忘记时时刻刻向你祷告，亲近你，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天父，你的爱何此长阔高深。谢谢主，你赐下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，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。主，谢谢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。主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国家，
目前遇到了各样的挑战，不论是在政治、在经济，以及在病毒的威胁之下，主都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能够有祷告的心，一起向你的祷告，帮助我们的政府，我们的每一位百姓，都能够一起同心合意来对抗这些的威胁，让我们每一位百姓都能够在这块土地上，养育我们的土地上能够安居乐业。主，谢谢主，你这样子一直以来的带领。主，也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在接下来各样的事工，特别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庆，邀请我们在身边的人，让我们用生命来影响生命，邀请他们来到主你的宝座前，一起来认识这样子的福音，这样子的好消息，也能够经历你主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谢谢你是这样子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不论我们碰上了什么样的困难与挑战，主都你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的祈祷文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邀请大家一起来歌颂我们的创造主，因为他配得一切的尊荣和爱戴。让我们一起来扬声欢呼赞美。扬声欢呼赞美，称颂我的王，高声颂扬欢唱，哈利路亚！来到主宝座前，尊崇赞美他，我们欢呼喜乐，进入神的面前。扬声欢呼赞美，称颂我的王，高声颂扬欢唱，哈利路亚！来到主宝座前，尊崇赞美他，我们欢呼喜乐，进入神的面前。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新拯救，你救赎我，你是主最大的医生，你是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。扬声欢呼赞美，称颂我的王，高声颂扬欢唱，哈利路亚！来到主宝座前，尊崇赞美他，我们欢呼喜乐，进入神的面前。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新拯救，你救赎我，你是主最爱的医生，你是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。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新拯救，你救赎我，你是主最大的医生，你是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。耶稣，你是创造主，你是创造主，你是新拯救，你救赎我，你
是主最大的医生。你是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。耶稣我君，耶稣我君王，耶稣我君王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让一切掌声和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哈利路亚！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一主日，愿我们充满盼望的等候耶稣基督再来。宇宙的中心，耶稣，世界的中心，耶稣，万物都本于你，属于你，归于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宇宙的中心，耶稣，世界的中心，耶稣，万物都本于你，属于你，归于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渴望看见你的彰显，呼求你来翻转，震动这土地，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。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，呼求天窗打开，春雨不停息，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。大大张口，大大张口，大大充满，恩膏如雨，浇灌着地，眼未看见，耳未听见，渴慕更多，看见你的容颜。大大张口，大大充满，恩膏如雨，浇灌着地，眼未看见，耳未听见，渴慕更多，看见你的容颜。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渴望看见你的彰显，呼求你来翻转，震动这土地，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。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，呼求天窗打开，春雨不停息，我
欢喜。耶稣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同心高举你圣洁黎明，呼求天窗打开，春雨不停息，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，呼求天窗打开，春雨不停息，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。全能的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愿意打开天窗，将你那丰富的恩典如春雨般的降临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谢谢你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到你宝座前，再次领受你从天而降，浇灌我们心灵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着滋润这样的一个淋雨。求主恩待，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请坐。感谢主上帝，让我们能够在他所定的日子同心一起来敬拜。在教会的年历中间，我们上礼拜有提到，教会是从待降节期来开始。我们的生日是一天，或是我们的元旦是一天，但是教会的年历开始不是用一天，而是用一个节期，有4个主日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待降节期做一个年历的开始。一天很快过去，我们可能又忘掉已经新的开始了。但是当1个主日、2个主日、3个主日，我们就知道预备期非常的重要。因此今天我们待降节第1主日，我们首先请乃文执事带领我们来看这段主耶稣基督的提醒叮咛，在路加福音第21章34到36节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被贪食、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，如同罗网一样。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这一段经文非常特别，是主耶稣基督他最后跟学生的一个叮咛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再一次要迎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我们有提过上帝的爱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来向我们彰显。所以我们从待降节期来开始，一年教会年历一年的开始有4个主日。最重要的，整个4个主日有许多不同的经文，或说不同的提醒。但是约翰福音1章14节是我们要放在心里面的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地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。如果你是背和本的话，你就记得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独一儿子的荣光。那前半段是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诞生，或者说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诞生。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富富，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丰盛的恩典，充满了恩典跟真理。这是整个待降节期的中心主题。道成肉身，上帝舍弃他自己的宝座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来到了我们中间。这是一个奥秘。但是当我们在经历人生的过程中间，你会体会，也会领受到真实的同在，充满恩典跟真理。有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会发觉人就容易赖皮，人就容易倚靠恩典，
我可以不靠自己，我真的不用靠自己，也没办法靠自己。但是呢，相对的，很多时候就赖皮了，只靠恩典。但是如果只有真理的话，人没办法面对真理。受造的人一面对真理，只有死路一条啊！我们自己都体会得到，要照真理而行，我们都躲不过。所以会说到，上帝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，一方面有恩典，一方面又有真理，告诉我们当怎么行。但是我们软弱行不到的时候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借着圣灵的保守，让我们领受恩典。所以恩典跟真理平行在道成肉身中间展现、陪伴、充满在我们中间。这是我们在说到的待降节期最主要的主题经文，也是每个弟兄姐妹盼望你今天就把它记下来了。已经背过的人，你就常常想这句话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恩典，有真理，就像爸爸妈妈对孩子一样，充满了爱，但是也充满了教导。这是我们在看到天父上帝到我们中间来。因此呢，我们在这个时刻要再次来思想待降节期，以期待、盼望，而且是严肃的心、感恩的心，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降临。整个待降节期，你的焦点都在耶稣基督跟他带来的拯救，不只是看到那个小婴孩，你要想到，而且要领受到他跟你的关系、跟我的关系，他会救我，会帮助我。耶稣基督跟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，是待降节期我们聚焦注意的地方。因此，我们会有4个主日，在我们的教会礼拜堂里面的布置用4个大铃铛，让我们看到，今天我们纪念在主里面所领受的盼望。靠人世间你看不到盼望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这样。第2个主日，以今年来说，就是12月5号，我们纪念感谢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信心。我们的信心也是他所赐给我们的，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没办法持守这个信念，没办法持守这个信仰，是纪念上帝所给我们的。第3主日呢，提醒我们所有的人，上帝来了，而且给我们喜乐，让我们在这人世间虽然有许多的挑战困苦，但是他给我们的是真实的喜乐。12月19号，第4主日，提醒我们，你我每一个，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爱。这是4个主日的主题。我们也借着点烛，有的人的家里也会做这样的一个预备，因为这段时间不是一天，就好像你的生日纪念是一天。为什么我们说用4个主日？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信仰体验能够深化。你借着一天一天的累积，4个主日、4个礼拜，会帮助你跟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的关系会更密切。所以，我们到了这4个主日19号以后，12月24号，在我们教会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安夜颂赞。那天晚上8点，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会听到圣歌队，听到小诗班，听到雅歌所带来，就像天使天君所在唱的，在诗歌中，在祷告中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。这是整个的待降节期。待降节期有一些布置是提醒我们、帮助我们，就好像我们看到的蜡烛，一般4根紫色，1根白色，在4个主日我们会来点着。第1个主日点1根，第2个主日点2根，以此类推。一般来说，有许多的教会把第1根的蜡烛称为是先知的蜡烛，因为先知已经宣告了。今天我们读的经句还记得吗？先知以赛亚第9章第2节告诉我们，有光照耀在幽暗之地，照耀在那些被藐视的地方，照耀在那边困苦的地方。先知已经宣告了，所以第1根的蜡烛告诉我们，原来上帝早就已经预备这样的一个盼望。第2根的蜡烛，一般我们称为叫做伯利恒之烛。伯利恒的蜡烛让我们知道，
道成肉身的真实，它不是飘在空中的，上帝真实降临，像一个婴孩在伯利恒来诞生。第三根蜡烛，一般我们会称为就是牧羊人之族，因为在旷野牧羊的这些牧人，他们听到了这个好消息，喜喜乐乐的到伯利恒找到了耶稣。第4个主日，我们点了4根蜡烛，一般我们称为这是天使的蜡烛，带来真实的平安和平，显明上帝的爱。12月25号或是12月24号，我们所点着的白色的蜡烛，我们称为基督的光。基督的光照在我们中间，所以这是我们在说到的4个主日，以及12月25号圣诞节，用一些装饰，用烛光，我们自己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能够更深刻。所以我们再次把约翰福音1章14节，我们把它记下来。来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。这是我们在这个节期最重要的信息，最重要的信念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，在这个世代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，他带给我们的盼望。我们在说，这世代是一个孤寂的世代，生命是一种奥秘。昨天晚上的感恩见证会里面，你会听到见证的人在提到，也是许许多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间心里的一个寻求，心里的一个焦虑。我的需要有得到满足吗？我要寻求让我的需要得满足，但是需要得满足的时候，意义可以得满足吗？生命的意义可以得满足吗？这是人内在的一个焦虑，一个寻求。人在外在的环境、外在的生态，也有一种许许多多来自合作、竞争或者别人的要求、别人的期待，主管对你的要求、期待，给你更高、更重的责任。或社会对一个弟兄的期待是什么？对一个姐妹的期待是什么？整个社会对一个年轻人成长过程有什么要求？有什么期待？这个都是外在来的。这样的内在、外在生命的一个交错中间，我们体会到这个奥秘很难解，特别当我们在孤寂的中间。所以有一个老师，德国人，他是一个社会学家，也是一个哲学家。一个教育学家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大都会与精神生活》。你不要想说他是在今天的世代在说到大都会，这本书是在120年前写的，1903。这个德国的老师是1858年到1918年，可以算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。他在120年前就提到了，在大都市里面，人的精神生活、人的生命、心灵的渴慕、孤寂啊，在那里面描述的非常详细。今天你来看这本书，你会发觉好像在讲2021年啊，不是在讲1903年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个世代虽然看起来人很多，大家住得很密集，一栋大楼就好几十户住那个地方，一个社区是好几百户，甚至上千户。大家在那个地方都可以点头，坐电梯都打招呼，但是不知道他到底现在生命遇到了什么样的功课，他甚至叫什么名字，我们都不一定知道。可以称得出许先生、许太太已经不错了。在群体中的孤单，这是每个世代会碰到生命的一个距离。所以陷入了一种黑暗，看起来好像建立了一个巴别塔，很光亮，很雄伟，但是呢，我们都陷入了心灵的一种幽暗的那种情况中间。所以人会试着想要来突破，我们会试着想突破，用艺术、用歌曲、做诗词，或甚至在社会学上面建立许许多多的辅助的方式。
我们希望能够突破这种孤寂。这首歌，苏芮这首歌《奉献》，我相信有许多人已经听过蛮久了，不知道年轻的朋友是不是听过？我们可以请乃宁帮我们起个音。如果你有印象，我们来试看看这首歌你到底还有什么记忆哈？长路奉献给远方，玫瑰奉献给爱情。长路奉献给远方，玫瑰奉献给爱情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爱人？白云奉献给草场，江河奉献给海洋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朋友？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问，我不停地找，不停地想。白鸽奉献给蓝天，星光奉献给长夜。我拿什么奉献给小孩？雨季奉献给大地，岁月奉献给季节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爹娘？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问，我不停地找，不停地想。白鸽奉献给蓝天，星光奉献给长夜。我拿什么奉献给我的小孩？我们到这个地方，这首歌它就4句话，它在说到我们有一种年轻的时候那种激情、渴望彼此相爱的伙伴。这首歌在讲我们有那种可以一起同行、有理想、可以一起打拼的朋友。这首歌也会在讲我们有生命的延续，我们盼望给我们的小孩，到底我们为他奉献什么？我们也会感恩，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带领陪伴我们一辈子，我们到底能够拿什么奉献给他？人试着这句话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觉得这是这首歌最重要的主题。他用许多大自然的情境、存有来表达连结。河流奉献给大海，不见了，河流不见了，对不对？雨季奉献给大地，雨也不见了。但是滋润了大地，让大地得到生长。奉献是什么？人试着从这样的一个情境，从生命的存有，想要来突破灵性的孤寂，是不是在奉献上面能够找到出路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为什么我们在代降节第一主日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盼望？受造界思考的是奉献是不是可以打破这种孤寂，寻求生命连结的一个盼望。也就是说，突破自己一个人，突破自己的诗歌，而在行动上面可以做生命的连结。所以，我们代降节第一个主日，我们说盼望、希望。保罗的书信罗马书8章24节这么跟我们讲：预备来，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。我们要突破那样的困境，一个幽暗，最大的是因为我们仰望，我们有耶稣基督来的盼望，而不仅是靠着我们尝试的生命连结。人生命的连结有限，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得到真实的盼望。所以，耶稣基督要降生了，这2个礼拜，应该是约瑟、玛利亚他们从他们远方加利利的地方往南迁移的时候，
因为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、第5节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行动的开始。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在那些日子，凯撒奥古斯都降旨，叫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。约瑟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籍。那时玛利亚已经怀孕，在12月25号之前这几个礼拜，原本是待产的玛利亚，但是因为要全国做户口普查，这个跟抽税金有关系，这要看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男丁可以来服役，可以抽税金，所以跟这个有关，要做户口普查，每个人都要回到你自己的故乡，登记的故乡。约瑟跟玛利亚从加利利已经预备了，他们知道这段路一定要走，虽然怀孕可能已经8个月、9个月了，仍然是要出发，要往南出发，往大卫之城伯利恒来出发。所以我们看到第2章第7节这么说：预备来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。这是传统上12月24号平安夜，常常是主日学在演出的剧码，有小朋友来演出约瑟、玛利亚，甚至会找一个洋娃娃来放在马槽里面。这样的一个时刻，我们可以体会到，就像刚刚所读的金句，每个时代都会痛苦、幽暗、被藐视，甚至有死荫之地。耶稣就是在这种黑暗的世代中降生。一个产妇连个产房都没有，连个住宿的客店都没有，只是为了那个时候整个大环境一个政治因素的需要，所以大家都要迁徙，大家都要迁徙。这个产妇预产期到了，也躲不掉，千里迢迢从加利利来到了伯利恒。耶稣就在这种难受的时代，甚至连婴儿床都没有，在马槽上面诞生了以后，放在马槽中间。可是也因为这样，这个生命的光将真实的盼望带到人世间来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从昨天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感恩。礼拜4是感恩节，我们一般士林教会，我们在感恩节之后这个主日称为感恩的一个主日。我们从昨天开始，你看到我们有个雅各诗班，已经30年了。昨天晚上我们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，有许多的朋友，福音朋友来到我们这中间。你可以看到有布良带大家的敬拜，还有感恩见证会。特别昨天有4位的伙伴一起来做见证。如果你还记得，如果昨天有参加的，你还记得他们在分享的主题吗？第一个主题是说什么？醒悟、转折、祝福。哈，当我们醒过来被光照的时候，那个盼望会真实出现。醒悟、转折带来祝福。我们也听到了另外一位跟我们分享的，他这个第一位，哈，这应该算是第一位，让我不眼见为凭的上帝。本来我都是眼睛看到了才相信，但是这个年轻人他分享的题目是什么？让我不眼见为凭的上帝。人世间要看的什么？眼见为凭，看到才算。但是这一位23岁的年轻人的见证是上帝让我突破了，不是眼见为凭，而是他真实的在我的每天生活，在我的心灵里面跟我同在同行。我们在昨天也看到了一个见证，在说到改变人生的转捩点。你的人生有不同的转捩点，在那个重要的关卡上，是让你颓废放手就失望离开了呢，还是让你在那个地方被提升，心灵的眼光被打开？真的是看到那看不见的上帝，
生命中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转捩点？我们昨天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干事，他跟我们分享是传扬上帝的爱。你如果听他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分享，你会体会到，真的是看不到的上帝，他用奇妙的方式，一个一个多不同的方式来邀请我们。昨天的见证中间特别在提到福音书里面，受召的多，被拣选的、被选上的少。那个受呼召的，他原本在讲的，也就是一个邀请。我常常说，拣选呼召就是一个邀请，被邀请的很多，大家都来，哦，我要。等到说好，时间到了进来，哦，不要了，我忙，我要是算一算我的刚刚买的牛啊，我刚刚家里买了一块地啊，我要去交钱交款。邀请，当你邀请朋友的时候，很多朋友说好，我来。到了12月24号，有几个跟你来？啊，他在提到这，那我们自己呢？同样的，昨天的见证中间，让我们体会也学习到如何把握机会，成为被拣选上的，不只是接到 invitation， 不只是接到邀请卡而已。邀请卡也你有行动，跟主说我要被选上，我要被选上。所以你就要往前跨一步，走到那个大门的前面，自动门就会开。你不能够远远的站说你门赶快开，我就进来，不是，你站到门前面，自动门就会开。昨天的见证让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季节，所以主耶稣才会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《路加福音》21章34节、36节这样的提醒我们，在今天这个世代，我们非常的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方便、舒坦，或是我们觉得自由、喜欢。但是主耶稣特别提醒要谨慎，因为你看到我们常常会被吃的东西，吃很重要，连在主祷文中间我们都这么祷告：日用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但是他提醒我们，前面那个字是什么？贪，不要贪食，不要让你的眼目只是注意在那个地方，而且不只是注意在你眼前的。我们常常听人家讲，中岛吃饱就在想讲，暗顿要吃啥啊？吃碗来看碗外，吃这一碗里面的，那眼睛在看别人，哎，他怎么比我大碗哦？耶稣在告诉我们的是，你那样的心有没有被贪念把它束缚捆绑住了？喝点酒没有什么不好。耶稣基督甚至在迦纳的婚姻宴席中间，帮助他们借着酒可以让他们得到欢喜欢庆。但是他前面那个字提醒我们不要醉酒。有时候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不是外面人们在醉酒，连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也面对这样的挑战。我们在许多不同的教会里面，我们有时候会半开玩笑说啊，这是酒肉啦，是酒肉，是丢肉啊，酒肉哦。不要醉酒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分寸，有一个界限，有一个生命当走的路？主耶稣在提醒我们今天这样啊，今生的忧虑有没有压住了你的心？忧虑、困苦是实在的。可是你会不会学习仰望交托，还是你让他压住了你的心？这是耶稣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要迎接他来。他告诉我们，你要预备好啊，你预备好以后，你才能够站立得住啊。不然的话，耶稣基督来，我们就离他越来越远啊。因为我还是喜欢贪，我还是喜欢醉，我还是喜欢反欧当反欧塞。那当然的话，耶稣就进不来了，所以他才说这样的情况就像罗网一样把我们罩住了。我们求主，他带给我们真实的盼望，能够进入我们的心。所以，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要预备好。整个代降节的主题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章14节，怎么说呢？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你至少要背到这边。
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光，是不是？你每一天在心里面想着这句话：亲爱主耶稣，你成为人，住在我里面，盼望你的恩典，而且你的真理能够临到我，这才是真实的盼望。如果你只喜欢恩典的话，那可惜呀，因为你所经历到的生命的层次会比较浅一点。如果你也进入了真理的话，你会得到真实的自由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感谢天父上帝，你奥秘的恩典，借着主耶稣基督，要将恩典真理都带到我们中间来。我们求主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做好的预备，以便享受主耶稣基督你所带给我们真实的盼望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邀请弟兄姐妹站立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愿我们也能预备好我们自己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。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是风的道路，窄的门，窄的路，背起我的十字架。当我走完是风的道路，我必看见主的荣光，荣耀的主耶稣，他必欢喜迎接我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被兴起，奔走出道路，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，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，我心所渴慕的主啊，你是全地的救主，我心所渴慕的主啊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我心所渴慕的主啊，你是全地的救主，我心所渴慕的主啊，你是荣耀的君王。请坐。这时候，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奉献。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，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，有你与我一起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奉献一生，坚定最爱是你。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为要得着你，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。
请牧师祝祷。耶稣，我想一生牵引最爱是你，为了你，我愿将一切抛弃。耶稣，为要得着你，我已决定，我一生最爱是你。亲爱的主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决定都有你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爱主耶稣，也真实的来回应天父上帝你那奇妙的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相通扶持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日直到主再来。阿们。请坐，请在订阅后默祷散会。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。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黑暗的亮光。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喂喂，喂喂，喂喂喂。
123，喂喂，喂123。喂123。